在大地上，感受大地的稳固。荧幕里的待办事项，犹如一座茂密的丛林，我在里面穿梭，忘记脚下的大地。正安静支撑着我，此刻我愿意让呼吸像琴键，洗过每一个念头，流过胸口，沉到脚底那片古老的大地，感受大地之母的厚实温暖，缓缓向上流动，苏醒我的每一个疲惫的细胞。如种子在泥土里呼吸，此刻与